新竹县最近有传出讲，有人驶货车顶头载物件，互人试食，出事上去趁机会去到民众厝里强迫推销，甚至就甲直接将物件放在人家的冰箱内面，甲伊冰落去，并且要甲这四大人收钱。警方知影了后，也已经主动介入调查。货车来到门卡口，推销人员一开始先讲试食，要甲人乘，民众拒绝了后，推销人员竟然直接把肉丸摕入去人厝内。放入去冰箱后，就强要向四大收钱。我没有办法，我不要买这么多。他说没关系啦，没关系啊，他就自己进厨房去，冰箱打开来，他自己一直塞，一直塞。我一直给他这样说，不要这么多啦，我不要这么多。后来他就说，要多少钱，我就拿钱给他。冰箱内底拢总有7包肉丸，推销人员原底想要收1000块，后来摕到700块，才肯离开。那家里只剩下老人家，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。那抵抗之后会有其他不良的影响吗？我们也不敢想。那东西你提了就送进屋子里面去，然后就直接塞冰箱。老人家没有反抗能力，那如果有钱了，那给你；那如果没有钱了，保证家属照点关的号码打电话给肉丸业者，业者把道歉愿意退钱。不过警方已经针对推销人员的行为进行追查。因为强迫推销无合法，相关的处3天以下拘留，也是12000块以内的罚款。记者对君豪新竹报道。